宗教改革先驅神學家馬丁路德，同一個平凡嘅市井理髮師彼得，竟然產生神學互動。當彼得請教應點樣禱告，好一個路德，竟然諗到用信仰指導書小教理答問嘅材料作主題，以禱文形式將呢封公開信嘅內容注入讀者嘅腦袋同心靈。藉主禱文、十誡同埋使徒信經，幫祈禱者回應上帝嘅說話、感恩同作出適切祈求。路德認為主禱文係最好嘅禱文，不過務必要持渴慕祈禱嘅心，同敏銳於聖靈喺禱告中親自向我哋講嘅嘢。佢將主禱文分成6項祈求：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成就。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同埋不叫我們遇見試探。每項都作出解釋，同給予祈禱建議，同埋生活落實虔誠嘅禱告，堅定嘅以阿門結束，憑信盼望滿有憐憫嘅神必垂聽禱告。至於十誡，路德睇佢為神認真嘅指令，佢將每條誡命編織成包括教導、感恩、認罪同埋祈求嘅4股花環，融入禱文中。喜歡嘅話，亦可將呢4方面分拆成學校課本、詩歌集、懺悔書及祈禱書。呢4方面嘅研習，旨在協助喚醒心靈，使我哋對祈禱變得更加熱心。祈禱係活潑嘅，唔係一成不變嘅。只要係次數頻繁，並且態度熱切，就算只係思想一段或半段，都可以點燃心中之火。聖靈會賜予我哋能力，並不斷指導，讓我哋嘅心藉住上帝嘅話清理乾淨，並擺脫外界嘅雜念同埋擔憂。以使徒信經作為默想同禱告，路德根據教理答問，分析信經為3個主要部分，化成3股花環，對應神聖嘅王嘅3個位格。第一股係創造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，以認識創造主開始。感謝仁慈上帝嘅創造同埋無微不至嘅護理保守，同時為人類嘅犯罪背逆認錯，最後祈求神賜下確切嘅信心。第2段信經由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獨生的子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，講述主耶穌嘅救贖，為此感恩同埋懺悔，祈求神保守有真實同埋純潔嘅信心。最後一段，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門。係關乎成聖。邊度有聖潔嘅基督教會，有人正確宣講上帝有關信心嘅話語，承認信仰，邊度就有造物主上帝、救贖主上帝、聖靈上帝，每天藉住赦罪等工作，使我哋成聖。因此，我哋要因被呼召進入教會而感恩，因缺乏信心同埋忘恩負義而認罪，並發出哀嘆。祈求上帝俾我哋一個真誠而堅定嘅信心，直到永遠。路德盡最大嘅努力，以淺白嘅語言寫成呢本教導祈禱嘅小書，務求使不論階層學識嘅人都掌握正確嘅神學觀念，並以虔誠同埋正確嘅心態注入恆切不懈嘅禱告習慣中，敬畏上帝，牢記誡命，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。呢本書亦都有廣東話有聲書版本，同時上網。
歡迎大家聆聽。歡迎大家進入基督教電子書圖書館網站，註冊賬戶，然後訂閱呢本書，完全免費，終身閱讀。多謝收睇。